其實喺澳門有咩特別之處呢？如果單係喺澳門打卡點嘅話，好似就係咁嘅回事。到咗目的地，攞出部相機，然之後影相發朋友圈，跟住落去下一個景點又係重複呢個步驟。你好難覺得呢個唔好玩，實際上佢哋呢係喺度享受緊呢個過程。喺澳門安靜而又繁華嘅街頭，以建築來回穿梭，潛移默化中接受着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人文氣息。我認為呢個就係澳門嘅魅力。嚟到澳門，新葡京應該係大部分遊客打卡嘅第一站。你企喺新葡京前面，會感受到自己有多麼的渺小。旁邊嘅新壩畔，好多遊客都會考慮喺度購買化妝品啦、衣服啦、電器啦。每逢 VIP Day， 仲有唔錯嘅優惠力度。每次睇到車水馬龍、遊客眾多嘅場面，你就會被這種繁華又繁忙嘅氣氛感染。但係時間差唔多啦，我要返去做返我個本職工作。返到大遊軒，跟一啲老顧客無話不談，將大廳秩序管理得井井有條。呢個係澳門眾生相嘅一個縮影。下一期我再帶大家睇下澳門有冇其他值得打卡嘅地方。唔好行開，下期再見。